位于台中市大理雾峰交界北沟溪这里溪水拢乌麻麻，环保局去现场采样化验，发现讲是大理矿卖场的开沟水造成的。因为最近有真侪电动光线去受到损害，所以这开沟水才流出来，即嘛已经修理好势咯。溪水变甲一片乌麻麻，空中的画面看落去真惊吓。伫咧台中市大理雾峰交界的北沟溪，22号下晡有民众发现疑似污染的状况，环保局得到消息赶到现场来了解，结果溯源发现污水竟然是为环保局管理的大理区掩埋场流出来。我就都有去采样了，采了几个点啊，但是它那个颜色的确是跟原本的溪水完全不一样啊，那个肉眼就可以看到了。掩埋场的下骹甲山坡拢有盖大面积的塑胶布。环保局是表示，掩埋场摄出水一般会经由光线来收集，传送到处理场进行曝气氧化、生化反应、生物甲化学丁底等定数了后，达到放流标准，排放到溪水内底。但是最近因为地动真多，造成光线受损，地势摄出水淋着雨水，因雨水收集到流入北沟溪。掩埋场部分渗出水是流到左边这边的水系统，然后流到渗出水系处理部分。那因为最近的地震情形部分那表示这管路上有稍微错位。环保局强调，23号已经开学修复破去的光线，目前已经无泄漏的状况。另外，流到北沟溪的摄出水因为真微量，经过采样检测也无超过放流的标准，因此也未开发。记者台中报道。